最近这几年，灵骨塔买卖诈骗是哪来人严重啊？台中有民众就哄骗讲，会当甲伊灵骨塔使用凭证倒换做款做，啊，若钱交出去，才知影是假哄骗啊。台中一个姓张的民众，原底有灵骨塔使用的凭证，不过伊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，讲会当甲伊斗3天办款证转换。这个民众交现金给对方2解，了后去甲灵骨塔公司查，才知影款证根本就不是伊的。权状是假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？为什么？权状上面如果是真的，它有盖钢印，上面没有钢印。以协助转换灵骨塔权状为由诈骗，将犯嫌当场逮捕，并查扣假权状、手机等证物，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后续警方甲这个民众合作，顺利抓到这个出面要收现金现金的车手。另外，台南嘛有一个姓王的阿伯，诈骗集团打电话甲骗讲，会当甲伊倒转卖灵骨塔，利润袂少。毋过爱提供身份证影印本，佮爱纳税金甲手续费，拢总3万9。这个阿伯感觉真奇怪，甲警方问，才去互警方主动落来。对方谎称可协助转售灵骨塔赚钱，要求汇款缴费，警方及时识破并劝阻，成功避免损失。这几年灵骨塔的买卖真普遍，嘛正做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。警方呼吁民众若要买卖，应该透过合法的管道，嘛要查证，千万唔通黑白相信这个变现啊，嘛唔通去互真悬的利润城去，落入去诈骗集团的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